人，不知可归何意，必快穿起来，两人可恨。希望他恩师。为什么？相
人妻莫大地父门了。好好好，这件事就一了的。这里正是在老街大群知府公司与根，他的大女儿德林等一位还要进宫来为你做人。德林公子是啊，就是在外国长大的那个德林公子，他为是几个养娃，懂得不少养人养物，他真知道你的身份。他小时与人妻一起在广州的故事。哦，原来你们也同场之你。德林之武与人妻家里在广州同为将军。哦，丁皇上，德林公子在宫外候旨，找他觐见。啊，德林公子觐见。面面见更美。
是为了谁能为大清朝廷做一事，那就好了。望他儿是生人的，要努力留在宫中侍儿他老人家，生女有养人境界，也可谁是翻译。那好极了，你可以让来真人宫，叫我也去养望养父。在皇上启奏，他命我进了进宫，必须马上回家再做准备，再努力赶着再来探听神哦。众位呢，赶着再来拜望你喽。皇上送德令出宫。好。拜拜。要是这岁大杨子是真意，真想趁着他到各国去自由一番。是啊，有人气陪着皇上一起跨洋过海，去看看外国的风土人情，那该多好啊！唉。好怕静静，正地在理。皇上呀！
大清流啊，中啊。
都起来吧，谢老爷。德林啊，咋？你知道一窝村的怪吗？谢老爷恩典，奴婢三分寒意。我总以为挖过一窝不是我，要说得那么近，君子长得头到地上，真不见我们几丈，几杯关羽大方。婉儿，你说是吗？老爷三分其实，似乎老爷闻到过人言，奴婢请问是不再出养我啦？你是此称我的心，真叫人高兴，所以我要把你留在身边，作为我的登地公爵。要是个个人都像你，那就好了。老爷之后说有事情，谁问不符合是生的心意？郑贵妃，你说是这样吗？是这样的。我最讨厌那些阳奉阴违的人。林啊，我很故意不去，怎能让你站着？这是祖宗定下来的规矩，我不能改变。奴婢虽说从小在儿子长大，但在宫里的规矩还是懂得的。奴婢能活在老爷身边，已是回到万应的了。你一定很惊奇吧？像我这样已经落得开花的人了，还要花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打扮他。陛下，我很喜欢打扮，我还喜欢人家打扮。你们打扮得越漂亮，我就高兴，好像自己也年轻些了。不过娃娃的是未来，人谁不希望自己永远年轻美貌呢？老爷又年轻又美貌，奴婢虽说年幼，却愿不是老爷。你真会说话，叫人听了高兴。听说御花园牡丹盛开，你初次进宫，叫他们为你去看看。谢老爷。去吧。你怎么不去呀？圣心想在此时候，老爷。难得你的孝心。老爷。我你这副不高兴的样子，我就知道你什么话要对我讲了。圣喜请来，爷爷那意思不是乱相信什么。老爷。也是不如他。
皇上已经好久没有为亲宫了，可是是这奴才不该越王变色，什么这个那个的啥？奴才听金子王他儿门生，最近皇上天天驾迎到真人宫，到真贵妃那里去。不过皇上还是喜欢心思，奴才想想也有道理。老王爷你说是吗？哼，原来又不是间谍了。这老王爷做子话不夸起来，可可弟弟人什么体统？你是真宫娘娘，你有你的身份。是啊，我是奴才主罪，我儿是老王爷的亲生女儿，老王爷是会替你做主的。不过我的是为了真贵妃，也他不知天高地厚，把皇上迷得忘了祖宗的家规，连老王爷也不放在眼里喽。我差一点忘了，皇上还在宫门外等着，请听老王爷的意思下去。老王爷是不是先请皇上进宫啊？这让他在宫门外等一会。这你理应啊，这今日早早都议论起什么？喂，老王爷。今日引导万一真贵妃娘，她天天心当问的神，美丽了人惊吓到，黑不出来混中用，他与朝真来共呀。
二人在宫门外已经等了大个天。李陵啊，是你们的担子也越来越大了，今个把皇上绑架于宫门4万。曹公爷，你的人渣，不是外面有数理万的吗？我说的，说的。老妹，还是去李公公接老妹送。怕什么？你爷爷吗？说的，我的皇上啊，你这么近要见我，有什么大事啊？就我阿妈亲早而来了，难得你的孝心，看你真是操劳过事，也够辛苦的了。没有事，下去歇歇吧。二人还有事要去往阿妈上古之意。哦，原来还是有事啊！你是皇上，什么事做不了自己，凡事对得起祖宗的。哎，该办的就办嘛，你是吧，皇阿妈？其他请别人去往阿生罪。好吧，从一比你抗议会上反映事起，我就知道皇上有迷信的意思，你去信兵法，我正为无辜之子呢。马东两人私隐信政，皇上为他听到金吾名字，不领高兴多，来不及。老爷，这可是国家大事啊！要理解什么？并非他干不得关于早生，这是祖宗定下来的规矩。
是哪里你不知道？都在给吃，都在给吃。王法圣明，美人即将自国自己半布天下。妈，为了娘你一个好兴奋，我也帮你不旨意，你看好吗？王妈的子儿人挂国中名，整个孝顺的皇上，请我传珍贵妃上，传珍贵妃。臣妾叩见老佛爷，叩见皇上。珍贵妃，你妩媚皇上乱炮国度，还重有皇上论语道政。今皇上让你兵为贵人，从今以后闭门事故不得跟人共一幕。今皇上引领你高兴的，恩赐你高老万象，万化谢恩。老佛爷，王老子也在父亲助其为国，对应自重不可错。这个哎呀，我的皇上，这个都是你自己的旨意呀。皇老，儿子以为是一心这一事，争取不公之人，还是人。
上可用了，才用了。用不推荐老爷皇上用了，大清皇上的命令为这李总督统帅不阳三军即刻上任，夜里勤劳不是此地三营皇谢老爷之恩，把这个皇上。皇上此人来自来水吧，王罪。你老想想过，应该那个地方怎么样啊？应该，应该四面万水，有情清雅，到这个修养的好地方哎！我在望儿吧，在望儿。看见老爷。望儿，我也是皇上尽忠尽力，配应新政，走进去，你被皇上知道应来去吧。感谢正子。皇儿啊，你要好好侍候皇上。我嘛回家，可证你的心愿，其实因你的心争去了。儿子怎么样？孙子，我们齐家迎来。
我也不爱听中常知道十中来日聚上草，聚上草与皇上百事事意容天康，早设家营里面太闷热了。你原来是你忘郎了？是啊，我总放心不下。苍爷有什么新鲜吗？没有太尉之意，谁怪今日真人宫来？哎呀，是啊，不知道新政太应的怎么样了？既然老伯爷同意的，一定很仁义。不知道皇上他龙体可好？郑贵人，你不是爷爷在为皇上问下祭告吗？那为什么皇上他一次也不让真人宫呢？
谁生女断事业通。
皇上早好以为，王位叫我再到真正宫来看一看，是皇上是不的晚上这里来，是来趁此机会来帮忙真贵人。皇上可阿命啊！皇
贵宾娘娘，皇上从陛下到府真正过，早就为公了。你手里拿的是什么？是珍贵人敬谢进皇上的烈士信儿。烈士信儿？我叫你去找皇上，谁叫你去他带东西呢？进屋。珍贵人要我在面认皇上。那来进屋。哎呀，娘娘，不得，这儿乃是老王爷主事。该死的奴才，到底是珍贵的人心，还是老王爷丧尸？是老王爷丧尸见珍贵人，珍贵人转献进皇上。放着，下去吧。娘娘，还是让奴才面认皇上。你的胆子越来越大了，连我的话都不听了。奴才不管，还不给我滚下去！万一是谁在他那？皇上何言？那几人趁机仙儿，突然一表儿团四连自缢。我不将计就计，将儿献于皇上，还他死后赐之。皇上，请皇上这段信儿不必见人。哎呀，皇上，怎么的？这儿乃是你心爱的
谁叫你上正门宫去的？是人妻叫他去快到珍贵人的。这人是谁叫你拿来的？是珍贵人，这个名正于正。人妻怕进我王啊！原来如此。为
皇上，好，领政准备，命令康有为的护士领去。正之，皇上，夫人有病，为王师从。皇上，迎安好。正必走对所去，礼让不上。哎呀，皇上啊，朕贵人批文续长，朕经得起这50领让皇上开恩啊！还出啥富贵内容？奴才愿意性命代替珍贵人仁义，立个抗之。皇上都是奴才不好啊，我好快去皇上啊！皇上为他求情，你看怎么办？皇上，他此天晚上来硬硬的，一人切口。我比王二也想为他求情吗？好，先是王二打棒被这就快点一快点打了你这位了。谢皇上不仗之恩。来不及，不王二不当子了。谢皇皇上，好，一定要从这个奴才为真正过去，不得有误。朕知。我和这老位请我来了，令他进来。好。老佛爷吉祥。我的王儿啊，今日你都在忙些什么？老佛爷命臣西北拜皇上。皇上今日在干些什么啊？臣媳不知。皇上今日与哪些大人来往？臣媳不知。那么皇上要对他究竟如何，你可知道吗？臣媳不知。一问三不知。
个弟弟人什么体统，万不放起来。令哪位这里中作用了境界？命他境界。我来问你，唐一位找到了没有？小小小心脏一顾到不了，真正是他当成手。唐一位已经到上海做买滚吧，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。算了，皇上的信真闹得怎么样啊？为闹。还要飞进王汉结义，这是王上真命的招数。从现在以来，王公贵族被此被那，被开除的有好几千人。是啊，听说王上一再不得重用，不少汉人心贵。王公贵族实在忍不下去了，再来就让我连住治病。哎，落得个不安，家不义，去不去，恨不恨？哎呀，老爷呀！满街大队大队，顶条人贵红梅。多委屈，这我叫他们委屈，可是他们一步也不肯离去呀。啊，为什么？他们设置的他人不依允，贵司宫门不起身呐。老爷呐！
你的心里真为的我了，等他老不因一知，原是开成才家境超越，凭着那个袁世凯文武俱备，是文臣之师，此人几乎但这一如才门。老佛爷，听是此人有些动静，提醒啊，你要好好用他到听着吧。这一出，我准备到天津去阅兵，大王让也一起去吃。李丽英啊，这应该顾到四面万岁，向皇上进出多余不必。看来他也是分9年征兵，从今起就让皇上归为大内去吧。哎呀，老佛爷呀，那岂不是皇上用衣裳真正公去了？我原想叫王儿宽治皇上，看来他没有这个本领，让皇上归回去与正妃子在一起，这对我们女好。老佛爷真美，我去传老佛爷的口语。哎呀，老佛爷呀，那些文治王爷将军外跪在宫门外，叫他们进来吧，请。起来！老爷，你们放心，党庆是我们的党庆，这家我的名位高下去。党庆。
不过正妃可惜正还要与你在里面几天。皇上要到哪里去？随朕到游园向老佛爷请安，老佛爷命我后天陪他到天津去阅兵。他会一起到天津阅兵。那朝中之事谁来做主？这乃是老佛爷的意志，叫朕曲从两难。朕总归到老佛爷请来有些反常。好。上个是3月月来，中来，喜儿滚滚，四头胸口。
迎来丰收，我好久没有为皇上奏琴，现在我谱了一首新曲为皇上讲门。好，臣以要紧时候。正妃不要多留，有道如道也有知音啊。禀皇上，刘爷他先生有7秒之命，请皇上也在宫外候旨。找他进庭，正妃在禀。袁世凯，你不在天津教育性命，进奉虎子，这将张皇上，自从皇上黑历新政，王公贵所无不冤等，今日民众多有落，献祭于他儿，加深人阅兵之举，非是王上与偏激。杀进勋党，请他儿再不听奏，真是官大清正吧？皇上为不一人新年官来，好事一直撤成大官。这是民众都有落，这里人民千变列宁。皇上，请君后去说定的。皇上，请愿大人都不消息，你是高天。他出身太清，皇上生命才美，就是不自免吧？是不是不敬？是不要问问哪里？必须西不自裁。皇上。
府，今有一件紧要事，怕你去办，请皇上下旨，立正以身家性命保佑皇上。你去开来，走。你能干得了吗？皇上。什么？使用国事，使集权，一时反常，真是保卫义无冤了。事出内不要多虑，不过保卫义无冤，千万要保护老百姓的身心爱己，让他爱心一样天意。臣忠之。爱情。这里再用了统帅行军金发金啊，他兵保卫义有冤，说你马到口公正不跟你正在清宫登去报死人必是你宫的第一人，经济虽小气惊动，是怪人大恶命运，正义生命托付你，改来不苦掉清心，上十八不尽是真明显，情也是生死一地，自立就是对来手上血之龙，阿伯逆子就是气得
是梦。神医妈妈，风是姐姐，皇上，臣妾特来致义务为皇上义务。正妃呀，朕实在得了的梦啊！皇上梦见什么？梦见袁世凯带兵进人，正比先帝不人风，我以开举义务员郑重郑纪业，富贵大清立足立中。皇上，臣妾也得了一梦。你梦见什么？梦见皇上心生风音，与之到此外面欢腾。皇上才在无道文章，谁到外面再说。要是真有这一天，真可以扬眉吐气了。这一天为期不远了。正妃，我们退隐新政有多少日子？有整整100天了。100天了。
情形。皇上，三月情况再来禀报啊！这边原是在皇上为国而官的特务，这外的命令也在外报了。
个奴才不曾免教。怕下不满记自己，真是方子一人无计可施。哎呀，我小片刻老们也是有腰围功了。你管你自己到明去吧。将这些做什么？快点往上报名去吧！对不可，我要与王上共生死共命。你我暂时离去，也许你我也来见面的日子。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王上，老我已经进宫了。王妈，此刻进宫有师兄，请你请我向你救命来了。看人不该，理不过，这是什么？
好嘛，汉人只要元世开始使用了，率领兵进城，保卫有缘，修家害王阿妈之意，诚然。今天没有我，明天没有。你们用不得我，我也用不得你们。你我的去，你就打出所有的罗道，跟着下游猛的纠错。妈妈，你要降水就降在人的身上吗？你那么容易，他们有胆量找我的话，我要他们死在我的水中。妈妈，你上的是人人，坏的是大清官。哪怕毁了大清，我也绝不少死他。妈妈，我是皇帝呀！皇帝又怎么样？你不要忘记，你这个皇帝是谁给你做的？我一拳给你做皇帝，也一拳给了你。
把